热直播呢，热就喜播欢乐新播客，轻松过周末。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欢乐新播客。那么这个直播呢，是把个时候。我们俩在这儿又和各位见面了。热大对这个直播呢，那点的学别跟着的那些呢，看这个你别别那么急。来自四川甘孜德格的一位歌手，他是谁呢？热大看的是那天嘛，看把这个当这些边前面是为了年不忙忙起来娘来着，对那他妈俺这年头就能记住啊。哦，你这么一说我就知道了，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不知道，咱们通过短片一起来认识一下。呀，娘的记得。虽然去这，看这个你些，俺家用人给在这这几才年多了，这样热的更是个下个作用，常在了些了，怕遇到看把这个。中秋当把属月，这中呢把这里俺自个就朋友呢，等的学别跟着等着些呢，看这个你别别，那么上到去的了人。来，掌声有请本期的欢乐新播客，来自四川德格的四郎曲珍，有请。呀，刚才朋友都扎起的嘞，扎起的嘞，欢迎。呀，扎起的嘞，俺自个就朋友呢别把干死呵。俺那头嘛，俺这年成那个主播草嘛了，就让个唱着几个了。康宾年这个中国能把从嘛更看重，等你啊，这个了嘛是那去展人，等你地理些俺个等那嘞，都吃些鸡，去弄把嘞，我最喜欢人，去弄把搞一个面那河这些的嘞。欢迎四郎曲珍，这个四郎曲珍的歌很多，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哈。那今天四郎曲珍将带哪些作品来为大家推荐呢？我们拭目以待。接下来把这个舞台交给四郎曲珍。呀。这些的嘞，俺这个了嘛是那去展人，唱的呢，俺是利用的我这些的名的，看把这个些的，等你等着就些样的，看把呢这个月，北京呢拉萨月，等你俺错拍一个不懂保密，因为我呢用呢了把就抢呢，等你你错些，利用个点呢拍了一来对了几比话人，从嘛些搞一个面的些这些的嘞。个里有在康巴的个人如诺比嘎扎康巴的个那米不忘若一对了莲哟。才有的话，后看把的个，就穿入比中你，看把的个，是你拉大嘎不去蓝不呀。切拉木呀切拉木呀。希拉罗呀住。巴扎的沙。
康巴的给吉米龙错哟啥康巴的给只叫你米我给对了喽啊康巴的给啊爱怕只叫你我给对了欢乐新播客，轻松过周末。再次欢迎四郎曲珍来做客我们今天的欢乐新播客。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互动环节。哎，特别想知道一下四郎曲珍为什么就想做一名歌手呢？啊，群群工呢，那种灵感也，等你群群工落站弄着地，等你用呢切菜的卡，打来几这菜的卡，等你等着个了零啥对毛枪啥，等你装蒙包装蒙着啥装嘎达，等你了把。人都个了吧呢，也是嘞，也懂啥这是，给中庸着嘛这是，中庸着嘛这是，马老师，蒙古也是嘞，得带那个了那抽象，开着啦就懂我给，等下去装我妈吃嘛呢，他做起来的我才能装我咖喱，来就装我咖喱，那是，是，大家用这些呢。来就来，嘎这些你的他利用来这个老么学啥的，要么这些呢，其实是的我平用个嘞，你去打安排上了动用的，去托马来这个利用的一站的，他妈个利用的，给这些都这个直接，家里这牧人，乐太东部的地了的这，阿嘞，真的是来这个，那是的。头顶一片蓝天，一片宽阔的蓝天。啊，利用的那是我嘛，你从他站那一点啥的，别马西巴个不也，去利用一些嘞。你搞的点那些呢，太东部这发的真的的。等你俺路里的个给亚东小路的那领导的个抓么抓的，等你打就是个这个用些没都是来用。对，当我要么这样，这俺都晓得装了干着嘞，是，装不着的对的。阿嘞，这他去个去的些的，俺皮他妈都去个，但我只能答应的，人的忙不就能学，东北下个忙不就让给人，你搞的点那些呢，去个利用大票切一工了，去容易那样，大别个啥家了，从嘛个 gas 全部给为工的呢。你就那些萝卜的，讲提来的不提来，他那啥把忙不就直接买么着来的，对，真的着来的个。等你容帕马基插队，等你打做独嘴的呢，等你只弄啥嘞？人着的嘞，等你俺拿来成都人都的呢，等你俺都些乐零啥嘞，几三桌，等你不弄罗章弄嘞，我是嘞，等下是嘞，要么就这三个，等俺些别种没些个，等你俺都打罗七波这种的个打。北的没些个俺三弄阿卡卡装真的，那俺都些容些，打起码不就弄些，打给打，可能弄些，打等着北都等到没些考起阿卡卡去真中真，等你从嘛北中了要别收钱，那可说打北都加一。等你的应急都等到从嘛打样不去热，等你等着去热菜讨人不就做菜的个，等你等着些热零啥都，等下是从嘛搞个样不去门头的。那是，热，我嘛见个哒，我做保姆做老切啥等着些那等着人个嘞，然后真正阿妈的插队，然后个哒铺上那哒，然后个家属的真着去越南用，
草马的怕家呢，让个不出个钱的是吧？啊，这些草马的懂，他就让了，觉得我嘛，过钱是来不出装家一便宜，人家草马先看几种，他不出装草马全部吃差的啦。他去不用这些差的。人等你到去了，俺们马用这个利用钱的嘞，对，去让个去让不出你的来这啥的吧？等你这个利用的个钱的，俺如些装钱，等你容易些怕嘛去印差的。等你怕嘛个家人，怕咪个人哇，等怕咪个他家人全部的，用个啥不去搞推荐的。是。等你俺个阿妈后，他俺些，那个老蒙包去了，老没练的卡。等你阿妈后，他老这些孬去过人查事去，老几岁认识阿妈个装不谁的。那是。等你不学啊，阿几个感情孬嘞，等你俺嘞看定起啷个。等你不学些，可些可做增长的错嘛。往东部去嘞，被这从嘛落差里些。啊，对。这个地方装么干的噻喏，装么干兄弟，等你，俺如后打融后，俺如个阿妈后，俺等下去热话钱不去，俺几种那些20多的块，知道阿妈后，这些干头就热天。那是。你大人块知道，阿妈后年纪就了单次月就热，等你俺些阿米马用手机热的，俺种阿米东，等你怕米用是做葱嘛弄。天龙把比完音，等你天龙把从嘛更抗单位动，南面车停落家。阿妹，阿妹妈用速度赢个。我呀，阿妹妈用个人不休息，你妈还好个。我呀，阿妈陪我家个。哦呀。终究秘密的吸引，最终我进没浪的，我已记住不得些，爱心把有几天，却进你家里，你是没都也把它。您的作品中有跟其他歌手是合作完成的，在这过程中有没有什么特别难忘的一些记忆啊？做的兰卡村里面娘的邻居的人，中秋当吧。阿嘞，但我嘛那点那年不月来人家2才弄了样忙不动样。今天呀，我们的卡卡也来到了欢乐星播客的现场，我们欢迎卡卡。要是能看出扎西的嘞，扎西的嘞，卡卡。用这个见面了哈。是过年的陪伴个时候。我特别想知道，生活中的2位也是最好的朋友吗？在彼此的眼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位呢？来给我们分享一下。今年我黑了打老蒙波就是。那是。等你打利用个嘎些了，等你那家那了我利用用啥小金着，日末来啥娘等着。等你皮粗肉把做的做。那是。你年轻那些捉弄的啷个，那真是等着急。那就爱人嘛你。那可做是嘞。那是。开心的卡卡。好开心。卡卡眼中的四郎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我心中，曲珍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一个亲人。哦，不可缺少的亲人哇，这个词用的非常好啊。他真的是教导我的地方太多了。在他身上，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啊嘞，他中秋当把既是朋友又是老师哈。哎呀，导师，人生导师。哦呀，你看太难得了，姐妹情深啊！哎，那最好的朋友这首歌当时是在一个什么情境下，你们想着要合作这么一首作品呢？这里你我写了落幕过去这查着嘞。这里你些大你这嘛个真的节呢，真等着是这里你些掐个几个。你做别一个大车装嘛，给语气上。语气上。你才出山，才过你出等些嘞，这里你些录的装的掐个好人嘞。这首歌我们俩是想了很久了。现在我觉得当时就像这首最好的朋友这种歌曲很少。然后也不光是我们俩是好朋友，也有在全对，像我们俩哈，对啊，也是好朋友，最好的朋友哈。比如说是我们俩，就谢谢你们为我们写的歌哈。对，然后就去找了2位老师，就在1天的时间，对吧？就做出了这么一首歌。1天的时间哈。词曲里面我们俩也参与了一些。阿嘞，他就你个简单个字的，中秋当把谁来用的？郎中咱们就是嘞，嘛到了今年记了我嘛去谁这么个东西，这么个草嘛长他们，但是牛你知道吧？你看看平时我们听这首歌啊，都是有音乐有伴奏的 MV。今天2位来到现场了，能不能来个现场清唱版呢？你看好不好？赢，好不好？我们欢迎2位来感受一下。好，是我今生与你结下的缘，才让我拥有你阳光一样的天。也许我们不相隔遥远，想起你的时候，心儿如此的富有。你就是我最好的朋友，是我心儿倦了冷歇脚的地方。你就是我最好的朋友，是我在这世上另一半的翅膀。哇，还有和声，哎呀，人生得意知己足矣哈。我嘛是，但那得我嘛，对正个那得呢就被马斯巴嘎不语，你那有得的看啥的之类，去年的那你来我的去。3个台么着，3东的么着，干的么着之类。干这是呢，我从这去那用的，等于中秋当把忙不也这个好着呢。你那用的红他妈想参与几次融个来个看么个等于做呢？但我们等于去呢怕，头娘不多，我们好着呢。等于个大地区忙不起，娘多娘多是这个地区马上就没个。他那中间去呢，原来用切的，这里我们去土啊，是你地区去单开做去mand着的马上没土的嘞。哦。大去年好吗？大你讨人不进都也是嘞。你我都些哦，莫让个，大乐邻居啊，这样多，大家到乐邻居，等你北京啦，找地个，等你俺些我山路装么干的。山路大姐大这话进口在哪里？大木头大姐嘛，青阳不接，听懂了？他对我这话得做得起。那是，能看出很多。非常棒，那接下来我们还是再来听一听这首音乐作品，好不好？那是。来，同时也谢谢卡卡。呀，我是娘的两的几年。
片来，我们继续聊。俺妈就让个大铺上山呢，就说嘎西在那真的来两节的时候吧，你大大去个时候南西，就从阿妈那去那用就让个门头呢，来用两节的时候前半个是，你大就忙把了些个时候，几万那些呢来两节个地头了，家现在这远。但这一呢要求不差差，起码因那的利用2300，等你去弄把有gas用完蛮多些。你起码我嘛小娃操嘛，làm rồi用这些免得个gì，那是。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这个舞台交给四郎曲珍，有请四郎曲珍给我们推荐他优秀的作品。给把公哟去顶把大沙里。de na no bi sangi phayu re chahi dele tini phayu dege tene rine ge phoso choba ye sa re tini tna ni khambi ge rine ge tin ne lin ke sa jabo ge chuyi tini ngi cho phai ge mse no ta khono he le ka le du tini hi modu ne nga di ko so he tanda le ling was mombo yere tene nga rong he chu mi du tene chu ji shi le de tanda ji le ji re tene ta ne ngi cho he nyong bi di le de ji ne che ri Gati ponya, zanju jibo. Je tu kono bata tering ke gati ponya lensen dah sih, nak dice jawang kita lensan jadi. Ani junta, semua ciri lain hendak kita ke tupo solat cikai. 中国能把错，这里这了恰起的去做嘞，我最喜欢因，这里用呢28月的去做些搞一个面对些，扎起的嘞。好的，谢谢四郎曲珍给我们带来这么多动情的分享，还有这么多好听的音乐作品。节目的最后，我们也祝愿四郎曲珍能够带给我们更多好听的歌曲，好不好？下巴朗祝扎起的嘞，谢谢。欢乐新播客，轻松过周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呀，谢林，赛琳，谢林。